中华二林今仔早起举办公益马拉松，结果所有一个9岁查甫囡仔去互一台修旅车撞到，当场不治死亡。有网友指控伫咧连锁素食店发现因店里的辣椒粉，若拢结归完，敢若像加纸伫内底，卫生局已经介入要来稽查。咱的前总统蔡英文去加拿大参加国际安全论坛发表演说，主张着爱优先来支持乌克兰，呼吁民主国家爱团结对抗威权国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4公视台语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好，接落来咱过来关心到中华二林今仔早起举办公益马拉松，结果所有一个9岁查甫囡仔去互一台修旅车撞到，当场不治死亡。主办单位表示有申请路权，路口嘛拢有踩塑胶笋，也毋过这个驾驶是讲，迄个路口并无管制，伊嘛无看到囡仔，到底是安怎会来发生车祸，也搁来调查。救护车赶到现场，边仔人已经伫进行急救。也若伤者是一个9岁查甫囡仔，当时已经无生命迹象。虽然当时赶紧有送病院，也毋过因为这个囡仔伤势相当，最后也是伤骨不治。他来的时候头部多处挫伤，并有耳漏、鼻漏的状况。他是欧卡送过来，那经过我们急诊大概1个小时的急救，那人没有恢复自发性的呼吸心跳。24早起7点外，中华二林有一场公益路跑的马拉松。当时，这个9岁姓陈的查甫囡仔甲老爸斗阵参加路跑，伫经过二林镇的女林路这个三车路口时，好死因为查甫人所驶车弄倒，伤势是真严重。民众讲，当时交通管制真松，无啥人伫管，造成人甲车烧钱路。今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怎么只有一半，就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封一半而已。就是我只看到就是加。这线一半系倒的啊，然后一半若是佫有车咧走啊咧。迄都无遮悬，迄遮悬头到遐有，咱嘛无法度入来啊。你意思讲你行啊出来迄个所在无交管？遐拢无。造成事故这个司机讲，当时这路段并无交通管制，伊讲无意驶入去赛道。也若主办单位是讲，举办路跑已经有11年啊，对这事件表示真遗憾，也强调赛道拢有申请路权甲交通管制，并且派人员疏导。那有三角锥做区隔，很详细的区隔。人员做standby 在旁边。说案发当下，那现场是有交管人员的。是的，没错。有关事故原因本分仅以主办单位国立欧及肇事驾驶厘清中。警方讲，这个赛车的人初步了解是无啉酒赛车，也会调看敢是去了解事发的原因。也若主办单位说明，活动拢依照规定办理意外险，也会予家属来协助。另外，协办的中华管府也讲，已经派人关心甲进行后续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去高雄寿山动物园，因为带囡仔塞年宝车顶头挂真侪茶啊，甲食的物件，结果就撞到一阵高山啊，要来甲抢。民众抱囡仔煞规个人摔倒伫涂骹。最近也是在袂少这款高山啊抢年宝车的情形。园方甲专家是搁在呼吁民众，唔通早食的物件，也是赶塑胶袋啊上山。狗脚伫红牙车后壁，甚至出手揪车顶的袋仔，一手抱囡仔的爸爸为着闪避，佮跋倒。事发伫高雄寿山动物园门口，二是透早倒来现场，有游客表示捌互抢过2摆。饼干还有那个饮料啊，对，然后你放着它会跑过来抢这样。纸巾啊什么都把它拿出来，就是避免他们会觉得很可疑，就会来翻。因为小朋友有好几次了，所以他们都知道。保全伫动物园附近巡逻，用水清惊狗，并提醒游客收好食的甲袋仔。专家表示，红牙车顶悬常常拢会挂真侪袋仔甲食的，故得互狗认定红牙车甲食的有关系。他只会觉得哦，那是一台美食摊车。那其实像在国外呢，他们有一些野生动物的园区，有猕猴出没的地方，他们都是禁止去携带食物或塑胶袋，跟边走边吃，都是在限定的区域去饮食。囡仔欢喜摕臭青羊仔，寿山是台湾高山仔的车地，动物园因为有游客出入，嘛互狗习惯性伫附近找食的。动物园嘛想办法赶狗。园区的保全巡逻的方式，那我们目前市府也在宣导使用这种水弹枪，我们希望说用这种比较对猕猴不会有伤害性的方式来做这种威吓的动作。园区采到这无偌老的提醒牌仔，专家希望民众来到寿山，除了熟悉园区的动物，嘛熟悉当地野生动物，透过一直宣导降低抢食的状况，互人狗会使和平共存。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
连锁素食店又个爆出食安的事件，有网友指控伫咧西门町的分店发现因店里的辣椒粉毋那拢结归完，甚至内底阁有加纸。去到店员反映讲，店员阁无积极的处理，即马代志压出来，业者就发出声明来回释咧。佮讲因会停止使用规罐的辣椒粉，改做提供单独的包装。因卫生局嘛讲，因会来介入稽查。二楼内用食物件所在，向暂停开放，看到告示牌广告全面消毒。这间有名的素食店顶呱呱赶紧来清洁消毒，就是因为食物件店内所提供的番茄粉，真明显规拢结规地。看较详细，真明显内底敢若有2只加纸藏伫内底，有食安的问题。西门店虽然是蛮热闹的地方，对，已经非常多人用过了，然后是刚好被我看到，被我发现这个事情，但是前面已经不知道多少人用过，我觉得这事情真的蛮恶心的。出问题的分店伫台北西门町，网友讲对调味料这个所在摕番茄粉，安怎倒拢倒袂出来。内外掀开看到地行一条，那内底敢若有加纸甲加纸卵，很恶心。但是我觉得做吃的难免直接加，有的话是多多少少都会有疙瘩。业者发声明核实的强调已经是查核全台有调味罐的门市，这样确认拢无问题。不过对1日起全面禁止，人客这所在提供粉罐的调味，改用一包一包的胡椒包。对着这个店长管理的疏失，总部也决议来个处罚。卫生局另针对人员卫生、食材处理及作业场所卫生等进行稽查，查有食品业者登录平台登录资讯不完整、抽油烟机不洁及未出示部分从业人员体检报告等缺失事项。顶呱呱爆出食安的事件，当地卫生局立时派人去稽查，就算较为进前有问题是污染的这个番茄粉已经互洗煞，也阁发现店内有至少8项缺失，下令伫12月初进前爱改善完成，若无依照食安法这规定来裁罚。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今仔日举办全代会兼130周年的党庆，党主席朱立伦强调，袂允准台独势力去伤害中华民国。立法院长也就是国民党的韩国瑜嘛有去参加，讲到即马国会3党拢无过半数，互因国民党要推动法案是真辛苦。也毋过针对着即马国民党要修正地制法，互民进党的立委批评，就是为着李四川来铺路。立法院长韩国瑜一个到场，就变镜头的焦点。国民党全代会甲130周年党庆，日时伫桃园举行，包括前总统马英九，也甲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罗秀燕等首长拢出席。党主席朱立伦致辞时阵提起2项议题，国讲无容允台独势力伤害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宪法是中华民国的脊梁，绝不容许台独势力伤害、摧毁我们的中华民国。因为进前传出蓝营本土派叫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出来选党主席，暗过王金平无来全代会引起关心。国民党文团会主委李干秀解说，党中央是有邀请。会中另外一个焦点是头一届以国会议长身份出席全代会的韩国瑜，对党内伊讲，这个党拢无进步。国民党虽然是国会上大党，暗过3党无过半的情况下，国民党的立委推杀法案也是真辛苦。国民党这一届的立法委员的确战斗意志，还有奋勇向前的精神，让我们为之感动。事实上，3党不过半的立法院，的确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南亚立委李干秀等人提出地方制度法修正草案，想要取消人口限制，互直辖市无论人口数多少，拢会当设置3个副市长。互外界解读是要替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参选新北市长布局，会当更加方便。虽然人口数减少，但是无论是高龄化之后，在各项事务的推动，其实是越来越繁重的。所以这一次的修法其实是不是针对台北市？第4法应该通盘检讨。千万不能因人设事，避免为了国民党的选举而影响了全国的制度。调野公防法案毋那一件，外界关心的选罢法修法，若被要联合互罢免连署条件变严，估计29会伫立法院会，搁再引起调野表决大战。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前总统蔡英文昨去参加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也有发表演说。伊主张爱优先来支持乌克兰，嘛呼吁民主国家爱更加团结，才会当阻挡威权国家扩大势力。而且蔡英文嘛宣布，明年2月这个论坛要头一届伫咧咱台北举办。
出席第16届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前总统蔡英文一个上台，大家都拢徛起来拍扑欢迎，以马坎公共服务领袖奖的得主身份发表专题演讲。蔡英文除了感谢主办单位甲国际社会长期对台湾的支持，嘛呼吁民主国家会当更加团结，共同合作维权主义国家的扩张，所以主张优先支持乌克兰。For effective deterrence against authoritarian expansionism is fundamental to safeguarding our democracies and maintaining international order. That is why our continued support for Ukraine. 论坛内拢是民主国家的政要甲军事领袖，共同讨论安全合作。蔡英文表示，即马当是超级选举年，全球72个国家，将近世界一半人口，当地票选出因的领袖。国际社会面临真侪无确定因素，台湾嘛当面临军事威胁、资讯操控甲认知作战，所以对国防的投资达到历史的新高。In this era of advanced technology, each and every democracy has to contend with FIMI, that is,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s and interference, as well as cognitive warfare. 中国自加拿大使馆伫官网回应，中方伫台湾问题的立场拢是同款的个明确，坚定反对任何台独分子以任何名义投放中国的建交国，佮敦促主办单位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不过蔡英文伫演讲的最后，嘛宣布明年2月论坛头一届会伫台北举行。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巴基斯坦发生严重的教派冲突，有什叶派车队1当地攻击，至少有43个人死亡，20个人受伤。即马什叶派甲逊尼派是互相的报复，佮发生几啊件攻击案，目前至少已经有到75个人死亡，67个人受伤。平夜病房内底倒着10多名伤患，有人已经困去，有人佮精神眼神透露惊惊。巴基斯坦的凯布尔普什图省是甲阿富汗相接的边境省份，过去几个月一直爆出逊尼派甲什叶派教派之间的冲突。最近几天冲突是愈来愈严重，有2支什叶派的穆斯林车队，伫在警方保护之下，要去白沙瓦，煞伫库兰地区受到真侪枪手攻击，造成至少43个人死亡。د واقع کې څه کله مو تللو مطلب درې ځایه دوی فایرینګ شروع کړلو مو مانځ کې مو مخ ته ګوډي نه کسان کوز شوله زیړکۍ ورسره وي مطلب کوم کور و کور بم باندې زیړکۍ لګولي وه هغه کور بم خو کې مو تو شولو غره ته وختلو غره ته څه وختلو پولیس مو ولیدو مو پولیس ته لاسونه اس کړ پولیس کې مونږ پولیس فایرینګ شروع مو هغه نه بعد یو کمره ته مو ځون وغورځول غره کې وغورځول当地教派人数以逊尼派穆斯林较侪人，过去捌因为双方的教派发生严重冲突，互一条主要的高速公路封路几个礼拜。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阵，高速公路才达重新开放1礼拜。在事发了后，巴基斯坦的克拉奇什叶派人士是发起示威游行，要求安全机构加联邦政府来做调查。离了后2天，疑似为着保护有武装人员，拢入去库兰地区一个庄仔头放火烧加油站，佮损坏民众的财产，又佮造成所在人死伤。部分居民是紧急避难去安全地区。当地政府是紧急召开会议，要求新扎库兰地区上新的安全局势。各国双方会伫当地立誓，由什叶派的代表团伫当地的萨达区，甲逊尼派的社区领导人会面，针对解决双方的冲突来做协商。高级新闻台是朋友。第29届气候峰会结束，决定由排放大量污染甲温室气体的已开发国家，到2035年进前，逐年拢要提供3000亿美金的气候融资，来支援弱势国家应对暖化危机。不过，包括印度、奈及利亚、古巴等这些国家，是认为这金额上少，批评已开发国家无做愈侪贡献。主席宣布，第29届气候峰会 COP29 正式结束。经过真侪高级激烈谈判，甚至佮延长会议，参加峰会的真侪国家上尾要协议，承诺已开发国家到2035年前，特当至少提供3000亿美金协助开发中的国家，推动发展绿色经济，应对更加严重的气候灾害。
It's the right thing for speeding up the clean energy transition, which is good for Britain and it will help protect us against climate change. 因为各国对气候永续问题已经真无共，互谈判一度用为破裂。有真侪开发中的国家真侪个气候离开，佮表示若是以开发国家无提供更较侪气候融资，会退出协商。而最后协议的3000亿美金，比暂时以开发国家所提供的1000亿美金，也毋过2025年对高级经济悬，嘛比利提出草案的2500亿美金悬。 We were demanding 1.3 trillion once again, 1% of global GDP. What we got was 300 billion. However, there were some provisions that were included on the last version of the text, which made Panama accepted. 明显讲，这个气候融资协议是一个新机关。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是烦恼协议深度无够，敦促各国把这个协议看作一个基础继续发展，嘛强调，化石燃料时代结束，在经济上是必须爱做的。也毋过包括印度、奈及利亚、各摆这国家，拢认为经济成少，显示已开发国家有寡不愿意履行责任，反对通过协议。另外，协议内底包括国家之间会当直接交易摊款，互已开发国家影响减碳状况真好的其他国家，被摊牌的下度来弥补家己的减碳无够。也毋过有专家烦恼，若是无严格监管，可能颠倒会减弱全球阻止气候暖化的努力。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 当来关心咱国内今仔日气温小可回升，不过受来拜二方面的影响，天气是要变更较湿冷，而且拜三还有一波冷气团的报道，天气会转大冷，预告上寒是会寒到4度，寒到10度，而且会连续寒4天。专家嘛无排除这是会一路维持低温到后个月初。 外口开始出现把握最后的好天气，这几天东北季风减弱，温度慢慢回升。拜也是有好天气，全台湾会明显回温，北部有机会来到27度。按过今年头一波冷气团，特别伫拜三正式报道。26号周二的时候，温度又会开始有明显的下降的情形，尤其是26、27，这个温度下降幅度非常大。就是在北部、东北部地区。 可能跟现在来比的话，温度可能会下降8到10度左右。穿少的衫爱提早准备，为拜二就开始转变，锋面通过，东北季风会增强，先有10个冷的天气。拜三冷气团一个来，会先变做大冷的天气。全台湾降温会真有感觉，最低温可能会降到10度，甚至会连冷4天。 冷空气的强度，再加上所谓的辐射冷却的效应目前看起来在28号深夜、29号清晨，苗栗以北沿海空旷地区低温可能会来到10度上下那有没有可能直接挑战强烈大陆冷气团我们可能还在观察。专家预测，大陆冷气团侵蚀了后，无排除低温延续到12月初，甚至升温到强烈冷气团的等级，值得观察。不过无论如何，这波低温来甲真凶，出门会记得加套衫穿好烧。记者综合报道。 伫咱台湾真侪传统建筑都会当看到珍贵的展览艺术，不过这项工艺嘛面临着传承的断层。新北市文化局就特别开课，希望让愈侪民众会当做伙来了解展览这项强美术团的工艺。 大人囡仔手提旋刀，专心甲花仔挂好较细致，续落来用剪仔甲花仔剪做花瓣，大家做伙来体验剪染这项传统工艺。我觉得蛮有趣的，而且中间有很多，应该是蛮多，需要练习，然后对那个美感，然后想象跟做出来，那个中间的那个落差。即马少年就喊你来学这款物件啦。 我感觉是讲，可能政府该大力推广啦，无真正这可能会失传哦。展览唔若需要长期学习，也得爱有一寡艺术天分，才会当找到美感。民众表示，透过课程体验展览艺术以外，也了解到这项工艺真正需要有人面对面一步一步来看教。这届课程艺术是做展览超过1架子的贾进发，伫台北保安宫、干道宫真侪庙宇拢看到老师的创作。贾进发老师真够运用展览刻画人物，面对传承断层，伊表示，即马社会工作形态改变，无啥人会接受需要长时间学习，工作环境定定都爱透风拍这个工课。补救这个工课应该是政府爱推动这个开课出来，互人
一寡人有兴趣的人来读，像那读册安尼开班落去教。谢振华强调，希望透过政府的力量推广长期的培训课程，来帮助台湾的传统工艺搁再延续落去。即个伫新店14张历史建筑园区的工艺体验，是新北市文化局配合工艺特展所办理的推广课程，到今年年底进行，邀请19位传统艺师开课，希望让民众同齐来了解无共传统工艺的水。谢振华又表示，虽讲即马传统工艺面对短暂危机，不过若是加一个人来认捌，就加一个机会，会当互伊延续落去。记者张家琪、谢桂玲新北报道。今仔日是全国语文竞赛最后一日，比赛项目也包括着目前才举办到第4档的情景式演说。选手伫咧比赛30分钟进前，才知影这个题目，爱看图讲故事，随后嘛爱参评判委员来对答。有的选手认为学校一礼拜一节的台语课，学的物件实在有限，完全得爱靠平常时的累积，才会当有好的表现。我搁甲因做步咧比手画刀，做步食饼。我感觉一摆校外教学真正是足赞的。就拿提正经演说的题目，参赛者拿用线派金门话讲校外教学的经验，另外也有参赛者用北港的海口腔，在演说结束以后，参评判先生对答。什么款的因素，互你会当成功？好，因为我去年的时阵啊，我就当一个学生组织合作台语组写文章，逐礼拜写一篇。24是全国语文竞赛上尾一天，总共有22个县市代表队来到花莲县比赛。主办单位表示，这几年有哪来哪侪参赛者会用无同款的地方腔来比赛。有师生认为，透过训练和比赛，除了传承，若认捌腔口差，嘛通提升自我认同感。我感觉会当各地拢保留落来，啊无这腔口就消失去了，足可怜的。咱一边学一边练，啊，咱最最甲咱的金门话甲传落去。嘿，啊，毋通讲金门话大真少人咧讲，咱就要对家己的语言有信心。教育部自81年甲情景式演说连续正式比赛，到档已经第4档。参赛者在比赛进前30分钟才抽题目看图讲故事，侪人拢是以生活经验上台分享。有参赛者认为学校一礼拜一节台语课，通学的实在有限，嘛表示着要靠平常时的累积，才通有好的表现。我台语课一节课就是无够，因为一节课老师讲的物件嘛无讲介济，差不多爱2-3节课，感觉才会当传承咱的台语、咱的母语。今年全国语文竞赛，根据教育部统计，计共有2491个参赛者。所有的比赛，包括情景式演说、朗读、含字、音字、行等等，拢伫咧24圆满结束。明年按算会伫咧台中举办。教育部希望透过比赛，通鼓励愈侪人登上台湾的语文自产。记者卢尚祖、郑春友、华联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气象。北部地区19度至27度，中部地区18度至28度，南部地区19度至28度，东部地区19度至26度。一个外岛地区17度至24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雅纯。稍等呢，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Thank you.